各位家長大家好，我係梁傑文校長。以下呢，我就介紹一下我哋福建中學小西灣嘅一啲嘅特色。我哋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呢，創校於1998年，係一間津貼中學，同其他津貼中學一樣呢，受政府嘅資助啦同埋監管。咁咧，其他學校有嘅各樣嘅設施，又或者課程，我哋都有。咁不過咧，其中有4樣咧係較為有特色嘅。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係老師同學生咧對自己有要求。呢一個咧就係2024年我哋畢業生嘅成績。咁咧有12科咧係個合格率咧係比全港嘅水平咧係高嘅，而有5科咧100%合格。跟住咧去到2025年咧成績有更大嘅進步，我哋有12科咧係100%合格，而咧考入大學基本水平嘅同學咧係有40幾個%嘅。當中咧有幾科咧係有一啲特色嘅，包括咗譬如喺直資學校同學咧，可能咧一般嚟講都會覺得中文科咧會比較困難，但係中文科咧喺我哋學校嚟講咧，同學考得好好嘅喎，有98% 合格，其中咧有78% 嘅同學咧仲考到 Level 3或以上。另外咧有一啲科目咧嗰個嘅優良率咧都係比全港咧係高好多嘅。例如有企會才啦，有84%嘅學生係攞到優良㗎。生物科咧就64%，而化學科咧都有52%嘅學生係考到優良。咁反映到咧同學同埋老師都好重視咧學術水平嘅。學生考得好咧係唔容易嘅，唔少學生咧係佢全家第一個子弟咧係考入大學。佢哋成功係因為佢自己努力，亦都因為咧佢哋信任老師、相信老師、跟老師嘅教學法去學習。咁喺創校以嚟咧，我哋有一個口號，就係以非凡努力創驕人成績。而呢個口號咧就寫咗喺所有學生嘅功課簿上面，去提醒學生係要經過6年去努力，咁咧你就可以咧就係有好嘅學習成果啦。而我哋嘅老師嘅使命咧就係上好每一堂課，希望咧老師盡咗努力去教書咧，使到學生能夠明白同埋掌握每一個課堂嘅重點。我哋好重視咧就係互相觀課啦、查補啦，咁咧所以咧我哋個教學質素咧都係唔錯嘅。自從開校20幾年以嚟咧，我哋有唔少科目咧都攞過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我哋嘅使命係教好每一個學生，為香港、為國家培養未來嘅社會人才。作為公營學校，政府派啲乜嘢學生嚟，我哋就教好佢。我哋唔單止係想收好嘅學生，我哋更重要嘅使命係教好每一個學生。我哋嘅教學質素咧喺行裏面咧係薄有名氣嘅，呢一個咧亦都反映咗喺我哋嘅增值指標上面。我哋大部分嘅科目普遍嚟講個增值指標咧都係7嘅，即係表示咧就係嗰個增值都係中上水平。意思咧就係學生入到嚟我哋福建中學小西灣就讀，比起佢其他一般嘅學校就讀咧，嗰個進步咧係喺嗰個科目裏面咧係為較高嘅。第二，植根中華文化，發展國際視野。今時今日咧有唔少嘅年青人咧喺成長嘅階段咧都會遇到一啲嘅迷茫嘅感覺，有身份認同嘅危機，甚至咧係對將來嗰個嘅發展咧係有一啲嘅憂慮。但係我哋學校咧嘅學生咧就冇呢個問題，因為大部分嘅同學咧都對自己身份認同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好有自豪感，亦都背靠祖國，學好兩文三語。咁咧對於將來咧佢哋嘅事業發展咧係好有信心，亦都打好咗非常好嘅基礎。唔好以為咧我哋呢一類嘅做得好愛國教育嘅學校咧，就係啲學生會係井底蛙喎。其實唔係我哋好重視咧學生嘅英語嘅發展啦，同埋咧國際視野嘅。以我哋學校為例咧，我哋今年咧就舉辦咗4個海外嘅考察團、交流團，12個內地嘅交流團或者係姊妹校嘅
交流團啊、考察團，總共有550幾人受惠。相信咧係同區 Band 2津貼學校裏面咧最多嘅。咁我哋努力做好交流工作咧，個原因咧就係我哋相信咧呢一個嘅出外嘅活動咧，能夠咧幫助學生擴闊視野，亦都啟發佢哋思考人生、規劃人生嘅，亦都喺藉住呢個人與人之間相處嘅過程咧，訓練佢待人處事有禮貌同埋同人哋合作。咁呢個就係我哋第二個特色啦。第三個特色，我哋支持各個階層嘅學生全面發展。嗱，學校咧係社會嘅縮影啦，即係唔同嘅同學咧都有唔同嘅家庭嘅經濟嘅狀況。咁有啲情況咧，我哋需要幫多少少嘅。咁咧近來咧，我就聽過一個父母同小朋友溝通嘅一個嘅對話，亦都感覺到非常窩心啊！係有一個小六同學咧，就同家長講：嗱，如果咧就係嗰個學校嘅 banding 係一樣咧，我就會揀津貼中學啦。咁點解咧？因為我唔想咧爸爸媽媽咧就係喺經濟上咧負擔太重。呢一個小朋友咁樣講咧，我係感覺到非常窩心嘅，亦都覺得同學仔好孝順，好為爸爸媽媽着想。我哋學校咧都有唔同類型嘅同學啦，有啲係高才通，又或者有一啲係新來港嘅，亦都有一啲咧係住喺附近嘅居屋或者公屋嘅一般普羅大眾嘅家庭。我哋對基層嘅同學咧都有唔同嘅支援嘅，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學得更加好啦。例如我哋有免費補習啦、交通津貼啦，就算同學咧就喺中六嘅期間去校外一啲嘅機構考模擬考試，我哋都會津貼佢哋去參加呢啲考試，津貼佢哋嘅考試費。咁有交通津貼啦，俾佢哋有多啲出外見世面嘅機會。我哋每個星期咧都有唔同類型嘅參觀，去鼓勵同學去接觸社區啦。可能係去學習，亦都可能去做一啲嘅服務。咁咧，因為咧喺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咧，父母為口奔馳，冇時間帶學生係去外面咧去學習。咁我哋希望咧，我哋都可以做到多一啲。帶學生多啲走出社區，讓佢哋去接觸社會。此外咧，我哋亦都提供咗唔少嘅獎學金啦，同埋獎勵計劃啦。咁咧就係多啲去表揚學生，提升佢嘅自信，讓咧佢哋咧就能夠知道咧，只要努力咧就會成功。咁我哋鼓勵學生奮發去到努力啦。我哋務求咧冇學生係因為經濟問題咧而影響佢嘅學業嘅。第四個特色，我哋嘅學生咧係平實啦、謙虛啦、知禮守規啦，同埋咧為他人着想嘅。咁我哋好重視學生嘅品德培養，咁所以咧我哋就將6個特質咧就係擺咗落去我哋每一年嘅德育主題裏面，包括咗進取啦、愛國啦、好學啦、正直啦、關愛啦，同埋承擔。每年一個主題，所以學生讀6年就經歷學習到呢6個特質。我哋為我哋嘅學生咧係感到自豪。喺20多年嚟咧，我哋咧成就咗4位區議員，仲有1位立法會議員。我哋嘅學生喺各行各業喺社區都有貢獻。咁呢個咧，我哋睇到學生學業有成啦，同埋事業有成咧，我哋都感覺到非常滿足。咁總結一下，我哋福建中學小西灣嘅特色啦。我哋嘅老師同埋學生對自己有要求啦。第二咧，我哋植根中國文化，發展國際視野。第三，我哋支持唔同階層嘅同學全面發展。第四，我哋嘅學生都係好低調平實，但係咧又唔平凡嘅。咁咧佢哋都好熱心服務社會。咁呢個都係我哋嘅特色。有興趣可以睇下我哋學校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啊。我哋透過參觀活動同埋服務咧，去培養學生嘅品德。我哋嘅分享到呢一度，多謝大家。